19萬 ，total 總價19萬，可以喺大亞灣中心城區買到咩單位呢？今期就帶大家去了解下。就嚟到19萬呢個單位咯，入到嚟望下成個廳，簡約式嘅餐桌啊，一樣係配埋俾你，業主係唔帶走噶啦嚇。好，成個客廳開間啊，挑高嘅樓層，帶埋個生活露台。生活露台外邊望出去咧，就係一片嘅內部嘅別墅區嚟噶啦。佢裏邊全部係望向花園嘅。OK， 入到嚟室內啦，成個積咧600幾尺 ，total 總價19萬。裏邊仲要兩房，帶埋廚房，帶埋洗手間，全部齊晒，仲要雙露台啊！嗱，睇一個廚房部分啦 ，L 型嘅設計啦，有埋個明窗嘅，雙門冰箱一樣擺入啊。洗手間好有兒時嘅回憶啊，因為依家都係冇咁嘅洗手間噶啦嚇。嗱，total 係2間房嘅，呢邊係間細房啦，望向小區園林裏邊噶啦。嚟到我哋主人房呢個位置啊，仲帶埋個生活露台俾你噶。嗱，我邊仲帶埋個露台，成個主人房部分係非常之闊落嘅，採光都唔錯嘅。有冇興趣啊？有興趣嘅一例牌啦，記得 follow 啲我，最記得係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下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